伫苗栗竹南的外海，即马有业者打算要伫遮来做风力发电，面积有74平方公里，会来设71台风力发电机。早起伫环境部进行审查，即个开发单位是表示讲，对即个生态影响其实无介偌大。佮讲鸟仔若准看到即个风线，就会家己闪对边去。即种讲法，互环评委员真袂放心。伫咧苗栗竹南后龙通霄外海，环港公司规划伫离岸27.5公里外口打造一个74平方公里宽的离岸风场，设2座海上变电站，每一座欠量是14至20千瓦，风机上只有71支，风机距离平行顺行方向会烧离超过1000米，随着顺行方向烧离会超过700米，要转用浮动式。开发单位保证，就算讲风搁较安怎透，嘛拢扇袂倒。那采用 CROST 的标准来进行规划，预期可抵抗17级的一个强烈台风，来确保风机基础的一个安全。过来头一个全浮动式风机，有环保委员认为，针对海底电缆会去电池的问题评估无够，看到这敢会铺甲收密有安全的挂路。缆线的缠绕造成的这个风机的安全，还有对于鲸豚那个威胁，这个在请你们都做补充哈。针对海南巡检，开发单位是保证，当年拢会去巡一届，甲废弃的渔网清掉。不过委员认为，一年一届根本就无够。针对鸟仔去弄掉的问题，开发单位嘛讲，鸟仔咧飞拢会家己去闪，而且佮讲有用过卫星去追踪死者乌面拉飞，发现讲因拢有闪避风场的行为。不过环评委员也是质疑。如果是照这样的一个发现来看，似乎我们就不会看到有鸟类撞击的课题。也就是全世界大概这种鸟类撞击的问题大概都不会存在才对所以我不会建议你们这样用这个方式来写。针对海底电缆会去电池的问题，开发单位表示会当增加到一年去巡2届，也若风机咧采距离拢有下规定，若要搁让较远，可能时到这采的数量颠倒会达袂到现有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